各位，試諗下咁樣一個畫面，全身上下掛滿金器，條頸戴住甚至比起手臂仲要粗嘅龍鳳，笑到見牙唔見眼，成個香港娛樂圈半壁江山都嚟同你道賀。呢個唔係拍緊真情或者皆大歡喜嘅大結局，而係2018年大家都非常熟悉嘅好姨，我哋嘅開心果薛家燕，佢娶新抱嘅大日子。嗰一年，家燕姐68歲，為咗呢一日，佢豪擲4000萬，將個仔石耀廷嘅婚禮搞到有幾風光得幾風光，恨不得話俾全世界知，佢薛家燕個仔大個仔啦，成家立室啦。但係又有邊個估到，就喺呢場堪稱世紀婚禮嘅背後，竟然隱藏住一個隨時可以摧毀成個家族聲譽嘅計時炸彈。就在婚禮嘅熱度仲未散去，網上突然瘋傳一段令人咋舌嘅影片，矛頭直指剛剛入門嘅新抱。外界講得好難聽，話呢個係新抱送俾奶奶嘅一份驚天大禮。面對呢場突如其來嘅風波，一向笑面迎人嘅家燕姐，心入面到底有幾痛？呢件事點解會勾起佢塵封多年嗰段幾乎令佢想要喺25樓跳落去嘅悲慘往事？今日我就同大家徹底撕開呢層金光閃閃嘅包裝紙，睇下呢場豪門喜事背後究竟隱藏住幾多不為人知嘅辛酸，同埋一個女人最堅強嘅反擊。講返轉頭，時間推返去2018年嘅6月，嗰陣時嘅香港娛樂圈最大件事莫過於薛家燕個二仔石耀廷結婚。你要知道，家燕姐喺圈入面係出咗名嘅好人緣，佢娶新抱基本上等於係全台慶典。嗰日喺尖沙咀洲際酒店延開53圍，單係場地佈置、酒席就已經係天文數字。大家當時最關注嘅就係家燕姐送俾新抱陳素儀嗰堆金器，傳媒影到嘅相真係誇張到不得了。新娘子條頸上面掛住一串又一串嘅金豬牌，手上面戴住嘅龍鳳唔係一對兩對，係戴到上個手踭，重到連舉手敬酒都可能有困難。根據後來嘅報道，單係過大禮同埋婚禮當日嘅金器首飾，價值就超過幾百萬。家燕姐仲送咗一個市值2000萬嘅西半山豪宅單位俾一對新人做愛巢，全部加埋，這場婚禮嘅總開支保守估計超過4000萬港幣。4000萬啊！對於一個單親媽媽嚟講，呢啲錢唔係天跌落嚟嘅，係佢一粒汗一滴血，着住10幾磅重嘅古裝頭套，日拍夜拍，登台走埠，甚至係帶病上陣賺返嚟嘅。大家見到嘅係風光，但我見到嘅係一個阿媽對個仔毫無保留嘅愛。家燕姐喺婚禮上面致辭嗰陣，喊到講唔出聲。佢話：我等咗呢一日好耐啦。呢句說話聽落係喜悅，但如果你了解家燕姐嘅前半生，你就知道呢句話入面包含咗幾多委屈同埋辛酸。但係個天好似總係中意同家燕姐開玩笑，就喺全城都祝福緊呢對新人，讚緊新娘子陳素儀生得靚、學歷高，又係英國長大嘅乖乖女嘅時候，網上突然流出咗一段所謂嘅不雅視頻。呢段片一出，網上即刻炸開咗鍋，啲標題黨寫得好過分，直指片中嘅女主角就係剛剛嫁入石家嘅陳素儀。有人開始喺討論區對比片中人同新娘子嘅樣貌，甚至有人話係新娘婚前嘅情史流出。你要明白，對於一個剛剛擺完4000萬婚禮，正處於人生最高光時刻嘅傳統家庭嚟講，呢種傳聞簡直係毀滅性嘅打擊。當時好多人都喺度睇好戲，心諗薛家燕今次點算？佢係娛樂圈嘅前輩，最講究體面。依家個新抱俾人傳啲咁嘅嘢，佢會唔會黑面？會唔會後悔娶呢個新抱？甚至有人惡毒咁估，呢單婚事會唔會就此告吹？嗰幾日對於薛家燕嚟講，絕對係度日如年。佢又要面對傳媒嘅追問，又要安撫屋企人嘅情緒，特別係啱啱過門嘅新抱。試諗下，一個女仔人家大喜日子俾人咁樣污衊，心情會係點？如果處理得唔好，呢個家隨時會散。但係
薛家燕之所以係薛家燕，之所以可以喺娛樂圈屹立60年不倒，就係因為佢嘅智慧同埋胸襟。面對鋪天蓋地嘅流言蜚語，家燕姐無選擇逃避，亦都無選擇責怪。佢第一時間企出嚟，斬釘截鐵咁同傳媒講，嗰個絕對唔係我新抱。佢唔單止係口頭否認，仲非常有邏輯咁指出破綻。佢話雖然片入面個女仔個樣有少少似，但係好多特徵都唔同，例如手臂上有帽、鼻梁嘅高度等等。家燕姐甚至為咗保護家人，發出嚴正聲明，話會保留法律追究權利，警告啲人唔好再散播謠言。佢話我新抱係圈外人，佢唔識得面對呢啲壓力，我做奶奶嘅一定要幫佢擋。呢一幕令我想起當年佢喺真情入面做好姨那個角色，雖然平日嘻嘻哈哈，但一旦屋企人有事，佢就係最強嘅守護者。但係現實生活中嘅薛家燕比好姨更加堅強，因為佢經歷過真正嘅眾叛親離，所以佢更加明白喺風雨面前，一家人齊心係幾咁重要。要真正理解點解家燕姐對個仔嘅婚禮咁着緊，點解對呢單醜聞反應咁大但又咁包容，我哋必須要將時間撥返去1990年代，睇下薛家燕人生中最黑暗嘅嗰一段日子。好多後生一代可能淨係知道家燕姐額頭粒大，知道佢係十字步女王，知道佢係 Captain Nancy， 但係其實喺80年代，薛家燕曾經為咗愛情徹底退出過娛樂圈。嗰陣時，佢嫁俾咗經營飲食生意嘅石寶慶，為咗做一個好太太、好新抱，佢放棄咗如日中天嘅演藝事業，由一個萬千寵愛嘅大明星變成一個喺廚房煮飯煲湯嘅家庭主婦。佢以為自己揾到咗一生嘅依靠，點知原來係噩夢嘅開始。佢前夫石寶慶係一個典型的花花公子。薛家燕後來喺訪問入面講過，佢為咗討好奶奶同老公，學煮飯學到手都粗晒，生咗3個仔女，盡心盡力。但係換嚟嘅係咩？係老公嘅冷漠同背叛。最令家燕姐心碎嘅一次，係當時細女石耀珠發燒，病得好嚴重。家燕姐打電話俾老公，想佢返嚟睇下個女。點知個老公唔單止唔返，仲喺電話度冷冷咁講咗句：發燒咪食藥咯，搵我做咩？嗰一刻，家燕姐個心涼咗半截。更過分嘅事陸續有來。當時有傳媒影到石寶慶同其他女人喺公園談情，甚至有第三者直接打電話去屋企，叫薛家燕讓位。你試諗下，一個女人帶住3個細路，老公唔返屋企，仲要俾小三踩上心口，嗰種絕望係點樣嘅滋味？1995年係薛家燕人生嘅谷底。嗰一年，石寶慶失蹤咗，係真真正正嘅失蹤。佢將公司嘅資產轉移走，將屋企嘅錢帶走，然後人間蒸發，留低薛家燕同3個仔女，仲有一間就嚟斷供嘅屋。嗰陣時嘅薛家燕真係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。佢40幾歲人，脫節咗10幾年，無事業，無錢，仲要養3個細路。有一次，佢真係頂唔順，佢行出騎樓，望住下面嘅車水馬龍，嗰度係25樓。佢心諗，跳落去啦，跳落去就一了百了，唔使再煩交租，唔使再煩仔女嘅學費，唔使再面對老公嘅背叛。就喺佢想爬出欄杆嘅一剎那，佢嘅大女石又山行過嚟，叫咗一聲媽咪。就係呢一聲媽咪，將薛家燕由鬼門關拉返嚟。佢望住個女天真無邪嘅眼神，突然醒覺，如果我死咗，我3個仔女點算？邊個照顧佢哋？佢哋會唔會俾人欺負？那一刻，薛家燕同自己講：我唔可以死，我要活得比你好。就係憑住呢股唔衰得嘅氣，薛家燕決定復出。但係復出談何容易？1996年，佢46歲，娛樂圈係一個好現實嘅地方。貪新忘舊，一個師奶，仲有咩人睇？好彩，天無絕人之路。當時 TVB 籌備拍處境劇《真情》，
原本好姨呢個角色係想揾其他人做嘅，但係機緣巧合之下揾咗薛家燕。當時家燕姐嘅片酬低到你唔信，但係佢冇得揀，佢要錢養家。佢同監製講：我不怕辛苦，最緊要有公開。結果大家都知道啦，真情爆紅，好姨呢個角色深入民心。薛家燕憑住佢嘅樂觀、豁達，同埋嗰種帶住少少八卦但又好心地嘅演繹，再次征服咗觀眾。嗰幾年，薛家燕真係搏咗老命，佢一日拍幾組戲，拍完劇去登台，登完台去電台做節目，每日瞓得3-4個鐘。佢搏命賺錢，只有一個目標，我要俾我嘅仔女最好嘅生活，我要證明俾嗰個負心漢睇，無咗你，我哋活得更好。所以，當你明白咗呢個背景，你就知道2018年嗰場婚禮對於薛家燕嚟講意義有幾重大。嗰4000萬唔單止係錢，係佢作為一個單親媽媽用咗20幾年時間，一分一毫積返嚟嘅尊嚴。佢要話俾全世界知，佢嘅仔女無因為單親家庭而比人差，佢有能力俾佢哋最風光嘅婚禮。而個仔石耀廷亦都好生性，佢知道媽咪辛苦，所以讀書好勤力，後來去咗美國讀書，畢業之後返香港幫手打理家燕姐嘅製作公司。可以話母子兩人係相依為命咁行過嚟。講返轉頭嗰場不雅片風波，點解家燕姐可以咁快平息件事？除咗佢本身嘅公關技巧高超之外，最重要係佢對新抱嘅信任。佢知道如果連佢都唔信個新抱，外人就更加會踩多兩腳。佢選擇用愛去包容，用行動去支持。事實證明，家燕姐嘅做法係非常明智嘅。嗰段所謂嘅流出影片，好快就被網民證實係假嘅，片中人根本唔係陳素儀。謠言止於智者，但更加止於家人嘅信任。風波過後，石家不但無受到影響，反而感情更好。新抱陳素儀亦都好爭氣，喺2021年，即係婚後3年，生咗個肥肥白白嘅孫仔 Julian。家燕姐升級做嫲嫲，開心到見人就派利是。而家如果你去睇家燕姐嘅社交媒體，你窺見到佢成日 post 孫仔嘅相，嗰種幸福嘅笑容係扮唔出嚟嘅。佢依家70幾歲人，依然活剔喺幕前，着住閃艷嘅衫，跳住十字步，帶俾大家歡樂。但係如果你細心留意，你會發現家燕姐嘅眼神入面多咗一份從容同淡定，嗰係經歷過大風大浪之後看透世事嘅智慧。佢唔再需要用4000萬嘅婚禮去證明啲咩，因為佢自己本身就係一個傳奇。回望返成件事，由2018年嘅世紀婚禮，到突如其來嘅不雅片風波，再到最後嘅真相大白，人宣滿堂。這唔單止係一個娛樂新聞，更加係一個關於女性自強、關於家庭守護嘅故事。有人話薛家燕好傻，辛苦賺錢俾仔女花，但係我覺得佢一啲都唔傻。佢用自己嘅經歷話俾我哋知，人生無論遇到幾大嘅挫折，哪怕係老公走佬、身家清零，甚至係被人污衊抹黑，只要你唔放棄，只要你肯哪怕係咬緊牙關行落去，總有一日你會贏反足於你嘅掌聲。嗰個曾經想喺25樓跳落去嘅失婚婦人，今日成為咗全香港最受人敬重嘅家燕媽媽。佢身上帶住嘅金器或者好重，但係我覺得佢肩上面扛住嘅那份對家庭嘅責任，同埋佢心中那份對生活嘅熱愛，比起任何金器都要珍貴。至於嗰段曾經想摧毀佢哋一家幸福嘅留言，喺今時今日睇返，只不過係佢精彩人生入面一粒微不足道嘅塵埃渣。家燕姐用佢嘅大度，將呢場本來可能變成噩夢嘅鬧劇，變成咗展示家族凝聚力嘅舞台。所以話做人最緊要係咩？唔係你有幾多錢，唔係你帶幾多金，而係當你遇到風浪嘅時候，你有無能力撐住頭家，有無能力笑着面對。薛家燕做到咗，而且做得好漂亮。好啦，講咗咁耐，其實我都好想知，如果你係家燕姐，
面對當時嗰種情況，你會唔會做得比佢更好呢？如果你鍾意聽呢類深度嘅人物故事，記得留意我哋下一次嘅分享。不過故事仲未完，我想再深入少少講下家燕姐嘅育兒經，同埋佢點樣將呢種永不言敗嘅精神傳承俾下一代，因為呢個先係佢能夠喺晚年享受天倫之樂嘅真正原因。大家記唔記得家燕姐復出之後，除咗拍劇，佢仲做咗好多兒童節目，由兒歌金曲到後來嘅家燕媽媽藝術中心。其實呢個轉變唔係偶然嘅，喺佢最艱難嘅日子，係佢3個仔女俾咗佢生存嘅勇氣，所以佢發願要為下一代做多啲嘢。佢個大女石佑珊依家係佢嘅經理人，好多人以為星二代做經理人係掛名，但係石佑珊係真係好搏。家燕姐曾經講過，佢復出初期因為太耐無面對鏡頭，好無自信，係個女一直在身邊鼓勵佢，幫佢接洽工作，甚至幫佢擋住好多無謂嘅應酬。兩母女拍住上，先至有今日嘅 Captain Nancy 王國。而二仔石耀廷，即係婚禮嘅男主角，佢本身係讀電影製作嘅。當年佢結婚嗰條片，其實佢自己都有份構思。佢好明白媽咪係公眾人物，所以佢喺處理婚禮細節上面都好小心，盡量唔想有任何負面新聞影響到媽咪。只可惜網絡世界嘅惡意係防不勝防嘅，但係喺那次風波入面，我哋見到石耀廷作為一個男人嘅擔當，佢無躲喺媽咪身後，而係一直陪住老婆，保護老婆。呢種責任感，我相信係遺傳自家燕姐身教。至於細女石耀珠，雖然比較低調，但亦都學有所成。3個仔女，無一個係子弟，無一個係敗家仔。呢個喺娛樂圈嘅星二代入面係非常難得嘅。你要知道，單親家庭長大嘅細路，好容易會有性格缺陷，或者因為缺乏父愛而行差踏錯。但係薛家燕嘅仔女，個個都咁乖，咁孝順。呢個絕對唔係用錢堆砌出嚟嘅，而係家燕姐用時間、用愛心，一步一步教出嚟嘅。曾經有記者問過家燕姐，你恨唔恨你前夫？家燕姐笑了一笑，話以前恨到想佢死，但係依家唔恨啦，因為如果唔係佢走咗，我都唔知道原來自己可以咁強大。呢句說話真係充滿智慧。原諒一個人唔係為咗對方，而係為咗放過自己。家燕姐放低咗過去，所以佢先可以擁抱現在。佢將所有嘅精力都放喺工作同仔女身上，佢將自己活成咗一道光。再講返2018年那場婚禮，雖然中間有小插曲，但係整體嚟講，那依然係一場充滿愛嘅婚禮。當晚有好多感人嘅細節，例如家燕姐同個仔跳舞，嗰種母子連心嘅默契，睇到好多在場嘅賓客都眼濕濕。仲有家燕姐送俾新抱嘅金器，雖然外界覺得係炫富，但係喺廣東人嘅傳統入面，金器代表住長輩對晚輩嘅祝福，代表住情比金堅。家燕姐係想用呢啲實實在在嘅嘢，話俾新抱知，你入得我薛家門，就係我嘅女，我會錫你如珠如寶。而那個所謂嘅流出視頻，依家睇返，其實反映咗網絡文化最醜陋嘅一面。啲人見不得人好，見到人哋辦喜事，就硬係要搞啲是非出嚟，博眼球、生熱度。佢哋唔會在乎當事人嘅感受，唔會在乎係咪摧毀了一個家庭。好彩薛家燕一家人夠強大，佢哋用事實證明，謠言係打唔到真愛嘅。今時今日，大家提起薛家燕娶新抱，記得嘅依然係嗰啲金光閃閃嘅龍鳳，依然係家燕姐燦爛嘅笑容，而唔係嗰段已經被人遺忘嘅假片。其實人生就係咁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。無論你係大明星定係普通人，都會遇到各種各樣嘅困難同挑戰。有時候係婚姻破裂，有時候係事業低谷，有時候係流言蜚語。關鍵係你用咩心態去面對。薛家燕教識我哋，當你跌倒嘅時候，唔好急住喊，先試下企返起身，
拍拍身上嘅塵，整理下妝容，然後笑着繼續行，因為前面一定會有更靚嘅風景等緊你。講到呢度，我諗起家燕姐喺《皆大歡喜》入面嘅主題曲《團結一心有新轉機》，哪怕是萬尺風浪，呢句歌詞簡直就係佢人生嘅寫照。由90年代嘅戲虎，到2000年代嘅好姨，再到2018年嘅超級奶奶，薛家燕用佢嘅半生演繹咗一場最精彩嘅逆襲劇。佢嘅故事話俾我哋知，女人嘅價值唔係依附喺男人身上，而係建立喺自己嘅獨立同堅強之上。佢可以係溫柔嘅母親，亦可以係強悍嘅一家之主。佢可以係搞笑嘅諧星，亦可以係令人尊敬嘅演藝界前輩。依家家燕姐已經年過70，講真，70幾歲人仲可以咁有活力，仲可以周圍飛去做 show，真係唔簡單。好多人到咗呢個年紀，可能已經退休湊孫，或者周身病痛，但係家燕姐依然係那個開心果，依然帶俾大家正能量。我相信，即使再過10年、20年，大家提起薛家燕，依然會記得佢額頭那粒標誌性嘅，記得佢爽朗嘅笑聲，同埋佢那段傳奇嘅人生故事。而對於嗰場世紀婚禮，它注定會成為香港娛樂圈歷史上嘅經典一頁。唔單止因為4000碼嘅排場，更因為它見證咗一個母親對仔女最深沉嘅愛，同埋一個家族面對風雨時最堅定嘅團結。最後，我想用家燕姐經常講嘅一句話作為總結：做人最緊要開心。係啊，開心係一種選擇，亦係一種能力。願我哋每個人都可以好似家燕姐咁，無論身處順境定逆境，都能主要動選擇開心，活出屬於自己嘅精彩人生。好啦，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呢個長篇故事係咪令你對家燕姐有咗全新嘅認識呢？其實每一個光鮮亮麗嘅背後，都有不為人知嘅付出。下次當你見到家燕姐喺電視上面笑得咁開心嘅時候，希望你會記得呢個笑容係經過幾多風浪先至磨練出嚟嘅。如果你覺得今次嘅內容好聽，或者你都有啲關於家燕姐嘅回憶想分享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